再来看这前一阵仔咱的总统赖清德其实又提出要开放互外籍移工入来家庭照顾囡仔的政策，这互女性呢会当安心起来上班。也毋过，其实托育团体所认为讲，其实这项政策呢，毋但是无通解决托育的问题，颠倒是会害女性来失业，而且冲击到教保人员甲年保的工作权。开放外佣不是解放，友善职场才是王道。托育团体劳工联盟和家长团体提二卡抗议，因不满政府伫咧今年9月份提出一个家庭会当请一位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有家长认为，这寡移工无认母的证照，语言嘛袂通，无适合照顾幼囡仔。小朋友在1到3岁是发展期，但他们发育未完全下，又开放外籍的移工进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造成他们的认知混乱？政府会想要开放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主要是想要照顾女性的工作权益。不过对民团来讲，这颠倒会造成真侪孕母和教保员失业。幼托照顾的现场其实是一个高度以女性为主的就业职场，那也是目前台湾中高龄妇女主要的一个就业市场之一。赖清德政府在放宽这样的政策，其实会冲击到就是幼托机构的招生。那也会牺牲很多女性的就业机会。劳团嘛以移工的角度去思考，认为移工24点钟住伫咧雇主厝里，有可能会互人叫去亲厝内照顾时大，佮爱照顾囡仔，无形中地增加愈来愈侪工课。加上现实的问题是，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无钱去赊一间房间，互外籍劳工住。聘请外籍帮佣，他除了每个月薪资之外，还要去缴交就业安定费。然后提供住宿空间挑战，这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你拥有的居住空间、租屋族，或是你拥有的薪资条件来说，根本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托育联盟也做一份调查，发现妇女需要的托育政策前3名分别是优先一场，就是托育安全和扩大公托资源，开放外籍移工斗3工带囡仔是吊车尾，呼吁政府去思考什么款的改革，才会当真正帮助到妇女。记者陈亚轩、谢桂玲台北报道。